台灣李忠誠以高湖那定位區平均車道無夠8米，不過面對人口快速進駐，竟然閣一直起，現況敢若施工車輛就霸佔道路，行駛只剩一條車的跨度，不止影響通行，加上跨度無夠，無法度為停車格，所以違停嚴重。議員除了要求建商自行找地停車，嘛要求市府一定要有因應對策，因為敢若去高湖那各中小的地下停車空間長期也是不足，希望日後的中劃一定要納入檢討。你看，這個都是所有的施工好，我們的夥伴的一些車子嘛。其實你看對面啊，維維里這邊又停車，你看整個路寬就剩這麼大。你像講這個狀況，是不是可以去研擬看看吶？你也讓趕緊去探討一下嘛，因為畢竟9分子現在正在開發當中，那其實停車的狀況真的是亂七八糟，而且我們現在整個包含9分子國中小，我們的通行步道幾乎都做好了。重點是你打好的那周圍是這通行步道，那你其他的人行道根本沒有辦法去行走嘛。是，跟你說報告。所以你根本做這都不實際的路用啊。早期的市地重劃哈，都不會在道路上預留人行道的空間，都是讓大樓的退縮去當做人行道了。我想這是早期哈，還沒有這個道路這些相關設施也沒有人行道沒有被重視的時候的狀況呢。我想這個是沒有開發起來的時候是。對，所以我提到的嘛，其實現在有很多的人行道，它也都放置一些廢棄物，有的就是雜草叢生的這個情形。龔局長，你聽一下。這個部分，其實我感覺講整個應該間隔來說啦，我感覺要做一個完整的來探討啦。不管是停車的狀況，整個人行道通行的一個情形，包含陸陸續續。我相信跟我做這個問題，攏一直在發生。謝謝你做的反應。所以這個部分，我感覺講是不是咱愛去好好去研擬。另外，面對維護規則可能會強降雨造成積水淹水，地方要展開清掃。不過，議員表示，在高湖那中劃區發現這水溝蓋竟然攏是被鎖掉的，敢是為了防止盜賊偷，所以要求教育局一定要檢討進行了解，避免因此造成淹水的危害。台南新聞，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